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亲密时间。能歌善舞呢，可以说是藏族人留给外界最深刻的印象之一。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这2句话用来形容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呢，一点儿也不夸张。从出生在大山里，打小喜欢唱歌的藏家小姑娘，到今天研究声乐教学，培养无数音乐人才的声乐教授。他用近一生的时间坚守着自己所钟爱的事业，她就是藏族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民族声乐教育家、四川音乐学院声乐系教授泽仁雍珠。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一起来听听她的音乐旅途。2015年11月6日，一场名为《追梦感恩》的音乐会在四川音乐学院上演。王文英、央金拉姆、雍金卓玛等知名歌手纷纷登台演唱。然而，最值得人们关注的是音乐会的主角泽仁雍珠这位年近80的老艺术家。这台音乐会也是他从艺65周年、从教55周年的一次特别献礼。泽仁雍珠是藏族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民族声乐教育家，也是四川音乐学院声乐系教授。她长期从事声乐教学，努力探索既保持浓郁民族风格，又蕴含科学的发声方式，培养了央金拉姆、噶玛措、马尔康姑娘组合、仲白、格桑央西等一大批民族声乐人才。从小就这么喜欢唱歌吗？哎，这个就是，现在回忆起来，童年在歌唱方面、藏族音乐方面，确实我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的歌声是永远深深的留在我里，一辈子我都不忘记不了。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时候，我们那个大姐姐们、大哥哥们啊，每一年豌豆熟的时候呢，走廊上架起那个柴火，那么大个锅，把所有自己拿的那个豌豆壳煮到里头，哇，又吃又唱啊，唱一晚上。哎，我就在旁边看，跟他们坐在，一直到睡着了，他们把我背到家里去。我觉得这些印象都非常的深刻。说到家乡，就是充满着欢声，充满着这种歌声笑语这种。然后应该说，你也是从小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受到这种耳濡目染的这种，然后这样渐渐的成长，是这样的吗？是在，我感到这个是财富，这是我们藏族的最大财富。当然不止音乐，还有唐卡、美术啊，还有哲学啊、医学、藏医啊、建筑啊，那真是数不尽。我这个声乐歌唱艺术，只是在这些大的这个文化艺术润语当中培养出来的一朵小小的花儿吧，但是它也很放光芒。我对藏族的音乐，所以我感觉到我下去写着，我其他方面确实很穷，但是我觉得我很富有，民歌方面我很富有。从小生于甘孜、长于甘孜的泽仁雍珠，长期受到藏族民间艺术的熏陶，让他内心深处渴望歌唱。然而，真正让他拥有梦想，还源于他的一段特别经历。1951年，从甘孜州民族干部学校毕业的泽仁雍珠，被分配到了当时的西康省电影放映大队工作，成为了一名走村入寨的电影放映员。这一段经历对你来说，最大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呢？因为当时我在电影放映队的时候有个小插曲，我就看到了一个，就是周璇，就是我们老那个电影明星歌唱家周璇的一部电影叫《凤凰玉飞》，一个大型的歌舞片。哇，它里头唱了好多啊！
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家庭妇女，描述一个家庭妇女怎么样走上一个明星、大明星的歌唱家这样的，这个印象给我很深。而且还有我看那个《出水芙蓉》美国片子，也是歌舞片，对我看了印象很深的都是歌舞片啊，跳舞这些，然后我才就是更加深了，就是决心追这个梦。我要当一个人，我要当个歌唱家，确实想。2年多，2年以后我就调到西康省歌舞团，当了歌舞演员。从一名这个放映员到歌舞团的演员哈，这期间你是一种不舍，还是非常高兴？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完成这样一种转换，很意外的，我想都没想到让我到歌舞团去，当然是很高兴了，很高兴，因为在舞台上展示自己啊。我要想到歌唱演员、歌唱家的这个愿望，不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吗？确实当时我非常的高兴，实现了自己的这种童年的梦想。从来没想过是要出名，而是想唱歌。像很漂亮的站在舞台上唱歌，就是这种梦想。我就是非常的，哎呀，在那的歌舞团那个心情呢。激动的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不管怎么说，从电影放映员到西康省歌舞团的一名演员，泽仁雍珠踏出了实现自己梦想的第一步。但泽仁雍珠离一名合格的歌唱演员还很远，他还有很多的专业知识需要学习。为此，泽仁雍珠决定考取当时的西南专科音乐学校，即现在的四川音乐学院。我的主考官是郎玉秀教授，大教授，还有个一个徐杰也是个教授。郎老师说我唱了个刚才教我的妈妈教我的那个歌吧，唱了以后，郎老师说你还会唱汉歌？我说我会。你会唱什么？我会唱白毛女好多的。老师都很奇怪，我说我会唱。那因为我放电影白毛女放电影放了几十场，白毛女所有的这个插曲我基本都会，每天都听会，所以它里头唱的风格啊味道啊，我就学会了。我就唱了一首《北风吹》，还唱了一首《蝴蝶》。这个蝴蝶里头还是我模仿出来。郎老师说很不错。从西康这个歌舞团到四川音乐学院哈，应该说是你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踏上这个更加专业化道路第一步了。对，第一步考取音乐学院是非常这种感受是永远都不会忘。一生当中，这个确定人走的第一步路，你的走向今后奋斗的目标，你的理想，你小时候就这么好的平台，确实是我很幸运。你是第一个藏族学生吗？是西南专科音乐学校的第一个藏族学生。第一堂课上的是什么？你还记得吗？第一堂课我上的是就是我们老师教的是，他有那个我是这样的，我先这是听了一个叫黄文玉老师，他上课，他给他的学生上课很滑稽的，他唱的歌是在嗦发咪咪咪妈咪妈咪妈，他唱的母音是妈麦咪么么，哎，我想着。那这个妈妈卖米馍馍怎么会在歌词里头？我就笑啊笑，我在这个我就笑得不行了，我就在外面就笑啊嘎嘎嘎嘎笑了。老师就笑够了没有？我就才笑好完了，忍到以后我才觉得。当时老师和同学们都怎么看你呢？最笑人的就是我那个乐理啊，每学期都不及格，因为那个乐理太深了，从来没有钢琴没啊什么乐理啊，尤其弄不懂。所以每一次那考试我都不及格，而且那个作业做得非常差。那个老师说这是谁的本子啊？这个作业像小学一样涂的那么多。那旁边有个老师就说，他同学说他是藏族，从来没看。哦，那可以看谁做的？他对我很客气。
我就在这个时代当中学习。我学习进琴房的时候，我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唱的最差，大本嗓，他们都不喜欢，他们还笑我。我进琴房的时候啊，看这旁边有没有人呢？怕别人笑你啊，怕别人笑我。但是我当中有一个雷世吕老师，他是教视唱的，他对我特别的关心，因为他教我怎么样子识谱，怎么样子读谱，用什么最先进的方法。这样在他的帮助下，我这个视唱那样乐理基础进步很快。就原来对唱歌是觉得是自己的梦想，离不开它，但是一到这种专业系统的学习的时候，每天都听不懂。就这种3年的时间，是当时在学习的时候很苦闷，我怕学不出来，听不懂。是什么就是支撑着你一直走完这3年的呢？必须要毕业，学业要完成。没有想过放弃吗？没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热爱。3年的学习时间异常的短暂，因为要弥补短板，所以在这3年的时间里，泽仁雍珠异常的努力。也因为热爱演唱，所以泽仁雍珠的专业水平提升非常的快速。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从民族民间表演演唱中学习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为此，四川音乐学院在那个时候开始加强了对声乐人才全方位的培养，也吸引了不少的藏族音乐人才到学校学习。3年毕业之后，您选择的是留校。是我选择的，不是留校。是我填的表是，到西藏歌舞台，可是学校把我留下来，因为当时是这样的，当时是西藏送来了一批秋日喀则，沙迦送来一批藏族学员，在这些学员当中，我也学了不少沙迦地区的民歌。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滴的，他那个唱腔完全有像乌克兰那个啦啦啦哒滴哒哒滴哒滴，旋律也像，这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我对藏族的音乐，我就觉得不只是我们康区的粤语那么美，西藏很多地区，西藏南部的那个民歌也是非常好听的民歌，所以我就没有打算，但是学校就为了这个班嘛，要有个藏族老师留下来，工作需要留下来，这样。这次的教学任务，让泽仁雍珠感到最大的收获，就是音乐来自民间，艺术来自人民。为此，当教学任务完成后，四川音乐学院也决定让这些留校的老师们到民间去采风，去感受民间音乐的魅力。泽仁雍珠选择了回到家乡，回到高原，从藏族传统民间艺术中去汲取养分。当时去了哪些地方呢？去了康定嘛、甘孜嘛、巴塘、德格，就是康区嘛。然后我就去的，以后就是到了西藏，拉萨，就去了拉萨，藏戏团，然后向民间的琼布人学的民歌。我到了阿玛茨里去藏戏的时候，正姑啊才真正懂得藏戏特色，比如这个小的时候我就灌输了再真正的学一下，阿玛茨里教我就懂得了，因为我学过声乐，学过这份，我知道整个是怎么回事，从哪里发。然后在以后的研究当中，我才知道什么是藏戏当中科学的唱，就我们藏戏的最好的。凡是这个民歌里头有了藏戏的整个唱法，那你就是最标准，有藏族风味，具有特别的藏族风味。这半年对你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收获意义都非常重大，因为什么呢？
第一个，从向民间学的，我认识到我们自己藏民族的音乐的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终身都学不完，一辈子都学不完，真的太够我学了。那完全沉浸在这个音乐线，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需要，我需要的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我内心很充实。我下乡去，让我去学习，回来以后，我在一个大礼堂举行汇报演出，老师们听呆了，他觉得这个嗓子从哪儿那么好，那么高亢，传得那么远，嗓子特别的好。老师们的评价是很好的，学校决定马上让我去参加艺术实践，把这种歌声当个演员了。我就已经是这四川音乐学院乐团的一份演员，而且我每一场演员至少7、8首歌下不了台。80几年就开始把我从这个调回来，把我从乐团调到教学单位，开始了教学。80年开始进行教学，从这样的从入教开始教学。所以说，特别想问的就是，您从艺已经60多年了，从教是50多年，应该说在这个声乐的教学上，非常有自己的这种研究和心得了。但是当初您的梦想是当一名演员，当一名歌唱家，这个梦想也实现了哈。但是为什么就是怎么从一名歌唱家又走上了这个声乐的教师，这样一个完成了这样一个身份的转变呢？当演员只是我当年年轻时候的一种梦想，觉得那个是很漂亮、很光辉、很美，大家都喜欢。就是说，我也有了当歌唱演员在舞台上光辉了一下的这样一个经历，所以我很满足。人生说知足常乐，有了喜乐，那我就有新的追求了。我要培养，不是我出来了，我有很多的姐妹们，我要培养她们，还要培养很多学生，还有很多想唱歌的没机会学习，所以我要钻研教材，藏族的教材，写了一套藏族的教材。从舞台走向讲台，责任雍珠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情愿。在他看来，培养更多的声乐人才，特别是培养更多的藏族声乐人才，比自己在舞台上赢得的欢呼与掌声更为重要，更有意义。因此，在教学之余，他还多次应邀参加全国民族声乐研讨会，发表过探索少数民族声乐教学、藏族声乐艺术的发展与提高、民族歌唱语言思考等论文，及专著《浅论歌唱声音训练的心理性》，编撰有包括发声练习、练声曲、歌曲的藏族声乐教材。您是喜欢在舞台的感觉，还是喜欢在讲台的感觉呢？更喜欢讲台。现在，当我当教师以后，我就更喜欢。我从我的恩师那里学了他们这个高尚的品德，对教学的忠诚、忠实于教育事业，无私的奉献的高贵品质。我要把这种恩师给我的，我要传授下去。我觉得做是一个教师是非常光荣。我更喜欢教师这个名字。那么，作为一个教师，您最喜欢向您的学生传授的是什么呢？79年的时候，我们学校把我送到上海音乐学院柴丹卓玛老师王平书那班上学习。我在他班上去的初衷是想学他的教学法，藏族的教学法。回来，然后我就选择了很多藏族民歌的。这个民歌的小段，一句一句的，用民歌来代替，不用音阶，不用哆来咪咪咪妈妈妈，不用，而是用民歌，藏族的山歌，而且藏族山歌是很好的教材，也有练声曲，就是整体的短小，切了
我长去帕卡，俺人我长去吃卡了。你懂得这个词吗？吃让帕卡，吃帕卡，俺长吃卡。这就是古老的藏族，但对练声非常好。我从这个科学的方法练声法结合起来，藏族学生呢很方便，他很熟悉这个音调，语言也藏然后也叫他学一些汉族民歌这民歌很好听的民歌，这样的综合的学习，我总结出了一套，钻研出了一套，寻找出了，可以说找到了一条既有科学发声方法，又有浓郁风格的唱法。我用我这个样的唱法教了很多藏族学生。到好起来来。学生们一个个成才，一个个离开学院，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传唱着带有浓郁藏族风味的歌曲。然而，年近80的老艺术家并没有就此停歇。退休后的泽仁雍珠内心还有一个梦想正在实现。是不是这个地方用劲了？听说您这些年也一直在准备出一本书，这是一本关于什么的书呢？关于藏族声乐艺术美学初探，这样的民歌简直是数不尽，诗词美、语言美，然后音乐歌舞美，你看歌舞就藏戏旋律，这些旋律、浪马旋律上那个都润腔都不同，多丰富好美这是美。然后就是说，我们这个青藏地区、青藏高原的环境地理环境美，我们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就跟环境分不开。所以是我从这个角度，就是说美学的角度去评价我们藏族声乐艺术的审美，去了解研究藏族声乐艺术的审美观、审美标准、审美情趣、审美价值，就是我们藏族的价值的存在价值是非常棒的。所以我就曾经写了这一本书，也是一个我的科研的项目，也是我这一生当中最后一个愿望吧。所以说，我们祝愿您这个愿望能够早日实现哈，谢谢您。这是尽快的，我们期待。谢谢。在访谈过程中，泽仁雍珠教授始终是精神饱满、声音洪亮，这样的状态让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他已经年近80。从艺65周年，从教55周年，泽仁雍珠教授用他的切身经历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热爱，什么又叫做坚守。在这里呢，我们也衷心的祝愿泽仁雍珠教授身体健康。感谢收看本期的亲密时间，下周我们再会。